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四眼仔 AI 足球分析，我係四眼仔。我呢條 channel 主要係分享 AI 分析網絡上面嘅球賽往績數據，去模擬球賽結果。如果覺得內容有趣嘅話，就記得 like、comment、subscribe。唔講咁多，我哋馬上開始。2026年2月2號，新特蘭將於光明球場迎戰般尼。呢場比賽被視為兩支升班馬截然唔同命運嘅縮影。新特蘭目前33分，排名第11位，展現出極強嘅主場韌性；而般尼則15分，身陷於第19位嘅護級漩渦，正經歷緊長達14場不勝嘅黑暗時刻。新特蘭喺納布里斯嘅帶領下，構建咗一套極具競爭力嘅4-3-3體系。雖然喺上輪作客嘅比賽中3-1不敵主場嘅韋斯咸，但佢哋喺主場嘅表現堪稱驚豔。本球季至今主場保持6勝5和不敗，係英超中唯一支守住主場金身嘅球隊。數據顯示，新特蘭喺主場場均入球數為 1.64 球，而場均失球數僅為 0.82 球，防守強度排名英超前3。相比之下，斯葛柏加麾下嘅般尼正處於信心崩潰嘅邊緣。雖然佢哋喺最近3場比賽中先後逼和咗熱刺、曼聯同利物浦，展示咗一定嘅韌性，但和波都係失分嘅焦慮感正籠罩住球隊。般尼最致命嘅問題在於比賽末段嘅專注度缺失。今個球季佢哋喺第90分鐘後失球高達7個，排名聯賽第2差。新特蘭本場比賽面臨嘅核心問題係隊長沙加因傷缺陣。沙加喺球隊中扮演住節拍器同防守屏障嘅雙重角色。佢嘅平均評分高達 7.09， 並貢獻咗5次助攻。喺沙加缺陣嘅情況下，球隊將更加依賴因素拿菲嘅組織能力，以及前鋒拜仁保比嘅終結能力。保比今個球季已射入5球，佢喺禁區內嘅統治力係新特蘭進攻嘅基石。般尼方面，為咗扭轉頹勢，佢哋由韋斯咸租借咗死球大師詹士獲特包斯。雖然佢喺呢場比賽嘅體能狀況存疑，但佢嘅加盟為般尼提供咗稀缺嘅創造力。前鋒積頓安東尼係般尼進攻端唯一嘅亮點，佢射入5球。有趣嘅係，其中4球係喺比賽下半場射入嘅。模型預測顯示，新特蘭獲勝嘅概率為 54.4%。喺比分預測方面，1-0同2-0係出現頻率最高嘅比數，反映出新特蘭穩健嘅主場防守。模型特別指出，喺沙加缺陣嘅情況下，新特蘭嘅進攻效率可能下降 15%。呢點令到0-0和波嘅概率由 8% 上升到 10.5%。鑑於新特蘭主場強大嘅防守紀錄，以及般尼客場進攻乏力嘅現實，入球趨勢為 2.5 球以下。喺馬略卡嘅松莫伊克斯球場，一場充滿火藥味嘅護級對戰即將上演。馬略卡目前排名第18位，而西維爾則排喺第13位，雙方積分差距只係3分。呢場係典型嘅6分戰。西維爾呢個球季嘅表現令佢嘅擁躉非常失望，主教練馬迪亞斯亞美達始終無法解決球隊嘅防守體系問題。更加慘嘅係呢場比賽，西維爾將面臨嚴重嘅後防缺席，核心中衛馬高斯塔斯拿同防守中場古迪積都因禁賽缺陣，而魯賓華加斯則因傷缺席。數據顯示，當古迪積唔落場，西維爾嘅中場攔截效率會下降 22%。呢點對於防禦馬略卡嘅長傳高空波戰術極其不利。馬略卡方面，雅戈巴阿拉薩特將馬略卡打造成咗一支典型嘅主場龍嘅球隊。佢哋喺最近10場主場比賽中只係輸咗2場，而且喺1月17日擊敗咗強大嘅畢爾包。雖然隊長拉爾路同中衛金貝拿出戰存疑，但主力防守中場摩蘭尼斯嘅及時復出，為中場提供咗穩定性。模擬結果顯示，馬略卡主場不敗嘅概率高達 70.7%， 包括勝 41.2%同和 29.5%。西維爾本球季客場勝率極低，而且喺防線主力大面積缺陣嘅情況下，失球期望值飆升至 1.85。模型預測最可能嘅比分為1-0、16.7%同1-1、13.2%。值得注意嘅係，過去5次馬略卡主場對陣西維爾都出現咗入球趨勢 2.5 球以下嘅結果。基於西維爾防線空虛，與馬略卡主場穩健嘅對比，模擬預測馬略卡嘅優勢指數為減 0.25 球。同時考慮到雙方進攻效率都唔算頂尖，預測本場比場嘅入球趨勢為 2.5 球以下。
意甲賽場，加斯帕連尼率領嘅羅馬正處於爭奪歐聯席位嘅關鍵期。目前羅馬43分位居第5，防守表現冠絕歐洲。喺加斯帕連尼嘅調教下，羅馬轉型為一支極其強調紀律性嘅球隊。目前佢哋擁有歐洲5大聯賽中最好嘅客場防守數據，喺11次客場出征中僅失7球。雖然球隊喺進攻端頭號射手杜夫比克因腹股溝受傷缺陣，但馬迪亞斯蘇利嘅崛起彌補咗呢個空缺。蘇利本球季貢獻咗6球4助攻，多次射入首開紀錄嘅關鍵入球。烏甸尼斯目前排名第10位，處於比上不足、比下有餘嘅狀態。主教練倫賈伊奇雖然喺最近擊敗咗維羅納，但喺面對強隊時，烏甸尼斯嘅後防線顯得非常脆弱。本球季主場下半場失球數為11球，為聯賽之冠。羅馬喺對陣烏甸尼斯時擁有顯著嘅心理優勢，佢哋喺最近6次交鋒中保持全勝，且喺過去13次客訪烏甸尼斯中9勝2和2負，僅輸2場。羅馬嘅一個核心數據特指係領先即勝利。本球季佢哋喺13場首開紀錄嘅比賽中，最終全部取勝。模擬結果強烈傾向於羅馬小勝，羅馬獲勝概率為51.8%。由於羅馬進攻力因杜夫比克缺陣而預期下降，模擬中0-1嘅比分出現概率高達15.5%，而0-2嘅概率為12.1%。同時入球趨勢預測為3.5球以下，或者烏甸尼斯入球趨勢低於0.5球。烏甸尼斯習慣喺比賽後段自爆嘅特點，亦為羅馬贏得下半場提供咗統計學支持。以下係今日3場球賽嘅總匯表。新特蘭嘅主場金身、馬略卡嘅高空壓制以及羅馬嘅防守鐵幕，構成咗當日比賽入球傾向比較少嘅特點。你哋對呢3場比賽又有啲咩睇法？歡迎留言話我知。如果覺得今次分析內容唔錯嘅話，就記得 like、comment、subscribe。我係四眼仔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